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6月1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6篇，创世纪23章第1节到19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3章第1节到第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试探。学生在学的每一个学期呢，都要面对段考啦、期末考啊。那个目的是为了要试验学生的学习成果。人生呢，遇到试探是无所不在。试探在原文的意思是试验或是考试。亚伯拉罕在他的太太撒拉去世的时候，为了要买一块埋葬他的土地，也遇到了试探。创世纪23章第1节到19节怎么样记载？撒拉在世享寿127岁，他死在迦南的基列亚巴，就是希伯伦。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嚎哭。亚伯拉罕离开停放妻子的